我的大众心，我袂使执迷我的大众心，我执迷我的大众心，那就叫做颠倒心。可能你伫咧修袂成道的心，所以呢，因为咱过去有的祖师大写手记甲你讲，讲在第一项，人生不颠倒，这就是已经咧证明着所有众生之列，叫做广大心。所就是对我该认真有为的凡的心。如是无量无所不变中间的长远心，是无众生特别多跟不颠倒心。那安尼当中，你会当依着金刚经把这段话利益心清楚，迄个利益就对你内心世界的安住会好势。但是初心空的话，这个心是最上性，叫做圆满无法，这个最上性。这个物件。初心空的话，所以我伫这度写啦第一叫做讲大心，你发的大乘心，你要度众生，你要度几个呢？度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叫做度大心。第二就是第一上心。你把所有的众生要度到这个去呢，该念无为一凡二灭多智，这咩我们拢会当信，这叫第一上心、第长心。第三呢，就是讲是长远心，如是无量无所不变众生。这句话就是讲，会靠长远心啦、长远心啦。因为以前就是讲，如是灭多，表这定人无量无所无边。这达到无界边界的物件，永远下去，无能不变众生。这句话要配合对长远心来。虽然是多经，这个虽然众生都好，惹会他们的生气、生烦恼，但你免惊，一定心里惊，一定要发这个长远心。一定要发长远心，乃心理道因成佛一定，道因成佛一定达到无量无所不变，这是众生的成佛后边呢，第四，是无众生特别多，第四种是讲无颠倒心，你要度众生不离众生相，这是。你若度众生啦，不离众生，你这是颠倒，你就是颠倒。假如你度众生，迄个时候着众生相，那这个时候才你无颠倒。你着众生相啦，就是那时候那是放心的功夫。所以呢，这种来了这种的这个你要度众生，你袂使有执着众生的心，疑心即是你若有执着众生上，你的心，你的心你会变成颠倒心啦所以你度众生的时候，着众生上那个时候，无着众生的那个时候，但是会当下你无众生的功夫啦。所以这种四种心叫做不颠倒心，第四种心叫不颠倒心。那不颠倒心就是度众生理想，叫做理想度生啦这但是无相信行会落来啦所以咱们做出一部分你的心主了解真理的道理啦咱就来踏实去做。行深的修行叫做以戒起行以你了解当中咱会当去行持这个功夫啦以你最高大乘的道理来修行，而修行这个功夫，但是能够得到了真实的利益。这是安住你身心，身心是得得真心的不完，就是真如实相的心。你达到这个真如实相，内面无颠倒，无妄想，
那安尼当中，你当安住，你只要心安住的好势啦吼。后边过呢，主行公吉话，我若要甲讲起这个主星就是指大星啦吼，就叫做指实教实相实教的大星。吉方吉内底当中最上升，这嘛伊怎样唔讲叫做繁星呢？因繁星有众星实教大星，大部分是众星上吼。所以唔通即个公吉带当得到，就叫做圆满。这四种星，这四种星都算明者啦吼。讲大星，就是所有一切众星之类，有凡星、有财星、有星星、有化星、有有星、有无星、有有星、有无星、有非有星、无非星，我拢要来袂到。这是即点叫做广大即个心，你有这个大啦。第二就是讲。我该灵体不一样，还二别多智，这叫做这个人要讲起叫第一心，我就叫这边人，拢能得到不一样法，这边人会得到菩萨，会得到菩萨。第三就是讲常言心，如是别多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我无干，但是我继续做咧，我绝对无后悔。第四就是讲无地道心，是无众生可别多。我袂使因为今仔日安尼当中呢，我一直咧度众生，因为到即半位，我这个写到这个后边，头前个部分可能看者吼，因为即半位叫做解说，但是即半位我会说明清楚啦吼，可能咱第三年就无介了解吼，即个所在吼，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叫做广大心，我这点人靠遮面，这点人那种我被面的不一个凡，所有众生之有像有像有像无像，所以这种包括的一切众生之类，到这叫做广大心，广大你有足大心，把这点人去拢较大啦一切众生之类，我该面这不一个凡，二面都是我第一心。我就是要互这点人，那个无为涅槃，不是无为意涅槃不是无为涅槃无为意涅槃就是一个小圣，达到无为涅槃就叫做圆多智，为圆满其藏，这叫做大圣。我比我这点三界众生都进入了，我该认地，我要互认入到无为涅槃圆多智。第三点，如是。别多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叫做长远心。我要互这点人甲别多缘起，到无量的众生、无数的众生、无边的众生、无边界众生，我要互这点人拢会当得到缘起的解脱。第四点就是讲，是无众生可别多智，是无众生可别多智，这个是无众生可别多智。叫做无颠倒性，无颠倒啦。因为你颠倒众生，有一个众生相，你叫做执众生相，你叫做这心叫做颠倒。如果你今日你所做的物件，你完全是无去执着，就参在咱咧修行道。我受到偌济的侮辱，我受到偌济委屈，我受到偌济的无奈，而我内心世界内底当中，我拢无感觉我受侮辱。我无讲我受委屈，我无讲我受到这个红歧视看不起，你内心世界这物件，所以我来度众生嘛无感觉我度众生，既然那么上惊我内心的相信，我无咧惊外口众生，那安尼当中你所这众生所度这众生，那安尼是无众生都袂多，你无颠倒心，那安尼咱各位，咱要达到菩萨。你第一有广大心，广大心的第一心就是免我这点人会拢达到每个法，智慧多智。第二就是无量无数无边种叫做长远，你有这个灯，你伫修办在内底当中，你完全拢无因为什么无关系而来天分，你修办的这个力量。所以咱想看出来，我们要常发心。还是发长心，如是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叫做发长心，而不是常发心。修改完了，有定时啊，咱拄着经，
咱就停落来。那咱这个心方面起来，所以发表这种的这种的长远心啊，要发长心，迄个发长心就讲我发了到了我死结束，我对修办都无停，这叫做长远心。甚至呢，因为我伫咧做这代志咧当中，我无感觉我有别人做，我无感觉我有别人做，我感公平对我是为我家己咧做，所以呢，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真正达到大先无为内涵的一个意见。最后一个，咱来甲说明一下因为这个进程，这段咱就讲到这边尾啊，这句话叫啥啦？后壁这句话叫啥啦？这句话就是本文啦咱就读一遍。可以讲。诸菩提。若菩萨有五相，因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非菩萨。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讲，我告诉我哋，你要达到了咱拄则这四种心，要广大心，要达到念日无为了还的地心，要达到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种的长远心。要达到事无众生特别多，这个颠倒心，是按照你我达到这四种心呢？可以讲，因为诸菩提，这个菩萨已经无有我相啊，无有人相啊，无有众生相啊，无有寿者相。那安尼当中呢，你有这四相，就叫菩萨；你有这四相，你这不是菩萨。但是你我达到这四种，你有讲。你是菩萨，伊就这样讲所以说话咧，这个叫一声同比者，你要注意听，有这四相，所以伊一定来强调就讲，伊咧修办的内底当中啦会使有我定四相，我不断，可能不断，我相因相对应就叫做众生相，众生相后边三年就叫做寿者相，众生相叫做众量。众生嘛，随便随便想，寿者相嘛，随便随便执着，而妄想执着而不能执着，所以妄想内底当中，你要发大伤心，我最上心中最上心心，你发袂起来。所以呢，一定这四项要达，这是一个上大的意见啦就修到内底当中呢，一定要把我相、理相、众生相、寿者相，这种一定要达。达标，安尼当中呢，咱到种正理无为涅槃，区别多起。若唔是，咱真正就会菩萨。咱若执着我定思想，咱这唔是叫做菩萨，咱也是众生。所以你要度尽这三界众生，你会拄着迄四心。第一，咱讲一遍广大心；第二，第一条叫做念日无为涅槃，区别多起。第二就是讲长远心，我该如是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叫长远继续做下去，你袂使有停顿。第四点跟第三式来讲啦，都变大心。你咧度众生，你唔通是讲我功德足大，我功德足大，我今日去事天后有得，咱伫修办道内底当中，其实比愈修愈快。你愈办的简单，你的内心世界该愈强烈。迄才是真正咱的修行，伊才讲，因为你袂使有我相、人相与众生相与寿相。那安尼你有这四相，你这拄则讲的迄四种的修为相，你要度尽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你度甚至呢，伊人讲，你只要心行变好势，若变好势，你要当做大乘菩萨。有可能，因为咱经文经的第三段啦讲到这个所在，伊大约要讲到很细微的东西啦可能花出来时间，但是咱无必要，咱是已经讲进大方向，咱先了解，了解世界不世界，这众生是这个众生，你要度尽，但当成就菩萨，是
是意识不道，甲你讲，你要用什么条件来度这个人？啊，你要度这个人，你要用到清净污染的自是心来做主体，你若修得成。你若用到一个这个无有为、有为、无相、人相、众相、寿相，那安尼你修得成，你度得成，你这个含心理嘛含袂好成，哦，差不多大约应该不得书无题，该需要对该需要这个意思，不可能因为像电啊，时间难变，我们大约那个把这个金融经的第3分大概的这个方向，讲大家了解，你了解这个细部内涵，跟参考一下，我把它打到对啊，那么这个所在最好就多一个亲近关系的提供。好，谢谢各位，谢谢。大众请起立。感谢父前人慈悲前导一空，坤道一空，地方向无极老母前30公里前导一空，在一空，3空，感谢父前人慈悲一空。